那么阿爸阿妈一阵子阿子你妈不阿只说话我啦，你个出在起肉妈咪过比，若阿爸阿妈不得手家木家付了我，出在起肉个阿那大妈提纸条里，付得嘛嘟嘟，马扎马多，古里那行啊，一里吃苦吃了的，一里陪你过付个，阿娘过吃古里，那我我咯，一个一吃苦家里那过吃，一弄点嘛，咱们里提有得古里第二遍呢古里啦咯，咱们在古提肉爱米，一尼嘛我嘛问你，山里陪咋都我比古里别么个咯，一地吃路那啦嘛，付过比，你就那个一个干吃嘛，你可听嘛得听你听话你都我比，咱们生意阿可干吃掉咯，一尼嘛俺米阿可干吃生意，么可的么可吃了的，一个也么了哇，一个也么伢们过比古里花吃了生意，没事不付过嘛，提有一把提过hin啦嘛得一古里多么咯，古提有个一么伢嘛，查啦把提过一个米伢啦生意，一得少话去了咯，一个少话起码不打啦边个米，阿可是多生意少话古里去咯，一个阿里嘛俺比古里难家的，我个是谁嘛行哦，侬米那个伢大嘛，伢咪咪提提着就那个米那个伢嘛话了，侬个是黑你吃咯，别是你一得古里苦了咯，马吉么说啊，别是一个一直比古里花了边个米，你们说我的大伙计是嘞，我是嘛么说啊比一个古里苦着咯，我米那个啥呢？你们说啥？我的伢子嘞古里边咯，我山内嘞陪咱那大嘛，问你，我现是买比我啥呢？天天听话，你们说啊比古里边咯，我那哈嘛付侬得提比过年比古里边咯，古里边那边个米是什么行业？马可罗，你怪的马伢子咯，上海马伢子那边个米，你可那点伢子嘞比古里点个米是什么行业？马伢子咯，米那个我嘛晓得，嘎嘎支持，不是你是买为天天听话比古里你们说啊比古里边个米是什么行业？一得马伢子啊，古天一月手里话，我你过吃地咋？俺米我等你马伢子来都也不比一古里讲么生日，我边呐我得偷的做古里保险之类比古里底的偷个嘛等个，我边侬偷的做为保险比古里边咯，你阿里保险得边个？你那么阿爸阿妈一阵咋不？有米那个你我嘛提起过，就得一副副啦那么些头，我个天天你们说是付一些家的故事，第二边个米对我嘛大不？我得出生日，米那个谁家的一直边嘛提出嘛的，都打个例子，不是的那些生日，而是的俺米他有娃子比古里偷的做古里保险大咯，那老苦家是的阿克沙姆啊，我也真是大能让我。